咱再来看，中国有一只货轮玉州溪航号，昨离开基隆港，驶到亚六外海的时，因为风影上大，船煞故障，海巡署是赶紧去救人，甲船顶17个人拢载回去基隆港。小心小心！海顶靠10级的阵风，影有到5米悬。海巡署的人员昨昏暗时出动救援，海顶的天气是真歹，船员敢来当上船时机跳去救援的船顶。 落差大概3米。因为这只有载3座天车，中国籍的货船玉州溪航，日到早离开基隆港，驶到亚六外海的时阵，拄着大影，碰袂行全条伫遐。海巡署派宜兰舰甲南投舰去现场做安全介护。暗来，这个船长决定放弃这只船，海巡署随派巡防艇出港。 伫暗时10点，把船顶17个人载登来基隆港，送去饭店休困。我们有在探寻看有适合船舶，目前在协调，看是可以承受比较大的风浪的船舶，在海象比较适合的时候，或是海象中间有比较空档的时间，我们是希望说，他如果拖进来的时候，到进港口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港内的小拖船做串拖或并拖把它拖进来，这样更安全。航港局指出，目前玉州溪航这只船伫亚六外海拍定，航港局按算会安排12000马力。 拖船今仔日中昼12点为台中港出发去甲拖回来，船主嘛已经向中国拖船的业者讨救兵。不过当时的到位，就要看海顶的天气。其实玉州溪航这只船，这个月14号伫基隆港的时阵，船顶的天车才去弄到码头顶悬价值3亿的天车，而且甲5个货柜底歹去。原来现处时搁调伫遐等人去拖回来，实在是无比严重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